佮到最近社群平台顶头出现卖牛粉的广告，那强调讲是这家己农技所研发，甚至家己馆长洪章良有出来推荐。事实上，这支影片是业者用 AI 科技去做的，做一个假馆长。家己县政府含农技所也出面配合，呼吁民众唔通去互骗去。 这是我们嘉义人献给台湾的健康之宝。影片出现家己馆长洪章良的头像加声音，推荐农业试验所研发的1年外的牛粉，就乡亲来买，回购付款。也毋过其实洪章良根本无拍一支广告。嘉义县的所有的推荐跟农产品一定会在我的粉丝团里面，那才是真正的是我推荐的哦。那或者是有的人会把它做 LINE 上的一个转传。 那所以这是一个诈骗的行为。业者唔拿利用 AI 画面甲声音，加用洪章良身份来推荐农特产品内容，也广告工会会指定功效涉嫌违反食安法定法规。互影片点名是研发单位的家己农技所协会立在也出面补贴。嘉义分所从来没有研发出这种所谓的上面所写的斗牛士。 奇亚籽坚果藕粉，这个是没有，绝对没有这一回事。那洪章良先调调查大王定制，用 AI 画面改造来推销保养品，刑事局公布定款的假冒诈骗手法，除了 AI 画面改造名人代言影片，也是保养形象卖商品，也会改造在经专家讲有内线消息，也是改造名人以送车送礼名义，引导民众加入投资群组。利用 AI 技术变造影片，或者是声伪技术。 假冒名人或者是政府机关的名义贩售，投放广告贩售来路不明的商品，也请民众务必要小心谨慎。警方接到关乎报案，已经介入侦办，各项并且通报要求铁路影片，所谓时代的 AI 画面诈骗，互人真歹防范。警方也提醒民众一定要多方面纠正，以免去互骗去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